好，放心啊！哎呦，开支来着，闪亮登场。好，好。今朝两个还不是日本都是啊？能个。成都还吃个辰光吃。好，来纪念看啊！哎，空吃做开个鸡翅，能个，来吃那个，再来一个鸡肝。就是那个一个猪鸡，而不是开。我到开上头，它一顿别我们。烧水它别我们呀，包了蓝精的，变成粘鸡，哎呀还能。你拿别当我爱的哈，有几吃子蓝精。我从来不买嘞，这跟锅底不一样。你都要这么吃得快吧？哪吃得大快吧？不，你吃地方呀。胃口噻，说明胃还活了。我来在讲我的起码100岁。现在来得个喊，吃得快才代表一吃。说话开口也给做做的。啥人来讲来了？你都才是本事到啊，别来噻。偏这个白水的白是帮我炸。我说话不开的，我在要的话不开的。你们6分这个2年的这样小准备，而不开。我觉了这有问题的，滚。还不第二个问题啊，我讲那个。问题的，那是啥问题的嘞？我有啥问题啊？我发起打我的嘞。那个帮我捞了还，神经病。吃吧。我已经把那个地位呢啊都关他。我刚才有问题，我那个问题。那个交通的那个人生不对，因为伢来么子的了，那个呢，肢体语言，而且呢，他精神。都起来外拖。能管。我讲这份大话了，那个能不能来自个开路？再大为因素啥个？不但再大为因素，就是一个猪不高的胃口，海也吃，地也吃，收了再吃，再个手是往2岁车，再让我再个手是开电瓶车，实际上再个手是搭车。你现在那还帮我比，将来更怕比。你比我大个？我不懂。大不过，不行，我碰到你，一塌糊涂人啊，是个离婚是男女来思考的，骗两分不骗两，有那个另一半讲，你当然没另一半的。你现在呢？那么我打电话问问你，还有另一半的？你当然。到屋里，分子楼渣，结果我7块，也跟我2岁7多的。刘阿姨拉剥梨子，我有点自家3点上场，蛮闹的。一叫头呢，云南转来的皮肤蛮韩国。我冇杀机器啊，天天自家种面孔的，有点一个个。啊，你剥完鸡蛋鸡了？根本都一来呀，这还有鸡蛋鸡呀。刘阿姨个血统的，清洁，整个2多多个侬，那是没很难。好富商，记住，但是我讲你点上去点么子，但我才会得滋进去的。奶奶已经讲我有臭什么汤汤的。那有点阿克讲比黄颜色的，反正弄一弄年轻一岁啊。伊拉是龙丹是不是18岁在？瘦脸，那一点搞不得里，但是弄一点肚子里的。我就天天那样再爱2道，你天天弄个有眼光嘛，送你咋个的啊？回来，来，辛苦在，不是我送过来。那还是现在忙。那个充电线坏脱噻，那种拼多多啦买得来个么子嘛也来塞个啦。那个包来交通我是也来塞的。一座电器嘛，你不用是翻坏的，有当吃个么子了会得变质。用单翻坏，不用单再坏，这包内没电，那么漏。替代一半，那么1米长1米短，你先自家头上梳梳。用不了。哦，来个蛮快了还。哎，你3气脱电呢，漏点头发来还可以。是漏的，光哪里有？哎，你头顶身浪向个翻子，在伢头顶了海吧。我是在那个还起个新出来的嘞。一点点起，对了，一点点起的，伢头去洗。鱼来长发，5来长卡，说明你起码还活得100。看那个头发个样子，来了是个。来你了哇？